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大甲妈9天8暝绕境圆满来结束。因为疫情解封，参加绕境的信徒是非常的踊跃，人潮汞汞滚，甲镇南宫的内外是钱甲塌甜。本地是按算，昨深夜11点的这个安坐的典礼是拖到还暝12点45分才来进庙，嘛创下着史上上晚来安坐的纪录。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飘是感谢大家即届予伊面子，无发生着相拍事件。不过其实离这个宫庙的外口有这个团体，等要接妈祖的銮轿等上久咯，等甲是心光火道，团员爆发着口角，大力来压杀，差一点点就动手起相拍。大甲妈会乱伫大甲镇南宫前发生冲突，接甲团体成员发生口角，双方伫相骂来杀来杀去，警方冲进前徛伫中央。警方判断冲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乱叫行程有去前兆，加上人有够济，接甲团体呢等甲真正是情绪失控。冲突发生的时已经是半暝11点外，本来是要进行安坐典礼，不过庙内庙外拢总是信徒，一直到透早12点45分左右，乱叫才入去庙内，创下有史以来上晚的纪录。这回嘛吼，跳啊交面子，吼当干事交面子，无若见冤家拢小胜伫我遮，即摆拢无连相骂都无啦吼。颜清标感谢讲，即摆进香的过程无相拍事件，因为伊差不多拢是专程对调的，因为经过较后抢救的地点，像一级战区中华民生地下道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同时，统促党的总裁白龙张安乐嘛来，就惊讲，甲去年同款又搁发生冲突，并且也未复原的颜清标甲张安乐讲话。这里就交给你们了，绝对不要有任何有事情，人家都骂我了，好不好？颜清标坐镇乱桥往回，经过民生地下道，拢真平静。不过最后一暝乱桥转来到大甲区，离镇南宫前差不多几百公尺的信义路，有人起冤家险险就失控，加在警方及时将人解开。若无食大甲妈绕境进香，难得讲有一摆无收拍记录，对破功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